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佛的弟子啊，我们是阿弥陀佛本愿念佛的奉行者。阿弥陀佛的根本誓愿，就是还有众生能持念名号，佛陀就无条件的救度你。这个无条件是什么意思呢？对众生而言，又会带来什么好处呢？这个话题如果没有彻底来剖析，进一步好好去了解，我们凡夫众生就会失去了大好因缘。这个关系影响深重，千万可别疏忽。无条件是阿弥陀佛彻底究竟圆满的意思，他要来救度苦恼凡夫众生。无论众生过去做对做错，做好做坏，做善做恶，一概不论。只要你相信发愿往生，阿弥陀佛自然现前接引，不需要经过任何化妆或者改变，照你的现状直直的过来，你就能够被救。以后你便是西方莲池海会的人了。就此，我们生死斩断，轮回痛苦结束，你由沙婆苦海走向幸福极乐。这是一切众生转世最后令人羡慕的结局，人人渴望追求的极面。阿弥陀佛自始至终完全为你我做充分的设想。弥陀深深的了解我们众生的习气非常深重，如果需要彻底改变生活的习气，恐怕众生就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被救了。因为我们从无量劫以来，众生的心已经被污染太重，要想此生此世能达到解脱的境界，那简直是比登天还难，是痴人做梦，不合实际。所以修行呢，我们不可以说大话，有或者没有，自己很清楚。做不到就说做不到，但是我们不要害怕。阿弥陀佛知道我们的程度，不会给众生压力跟为难，他直截了当开门见山的就告诉我们，只要你肯念佛就行了。至于心清不清净，造罪重不重，这些都不会影响到弥陀救你的事实。他老人家发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独一无二，绝无仅有的大愿。因为他的悲心重，愿力深了，所以连释迦佛都主动的称赞他是佛中之王，是光中之尊。他老人家做别人不敢做的事，许下别人不敢许的愿，花下别人不敢花的心，要忍别人不能忍的苦，走别人无法走的路，修别人无法修的行，这种种的牺牲，种种的付出，无非就是要达成救度众生的伟大任务。弥陀将他一切所付出的代价
全部把它浓缩集中，放在6日的红名上。他愿意不求回报的布施给法界众生。他说过，这6日红名代表他的生命，也代表了他全部的功德。如果这6日红名不能让念佛的人顺利往生，那么他就没有资格成佛啊！阿弥陀佛用成佛这一件大事情来担保念佛的众生绝对可以往生。既然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，当然我们念他名号的人肯定是、绝对是、必然是，而且也是100%的被救。因此念阿弥陀佛洪名的人能够非常安心，日后自然跟阿弥陀佛相见，就像见到自己的父母一般，欢喜满足，永远幸福，永远快乐。西方净土是什么因缘称为极乐？因为众苦不能亲。阿弥陀经说，但受诸乐，无有众苦。这就是清楚说明了极乐净土是一点点、一丝丝，所有的痛苦都不存在，都不会出现，都不会发生。那里环境殊胜无比，无论宫殿、楼阁、讲堂，全部都是四宝、金银珍珠、玛瑙等等装潢完成的。像马路啊、水池也是用黄金铺地啊。整个西方的净土金光闪闪，非常庄严美丽。每一天阿弥陀佛、观音菩萨、势至菩萨都在宣讲断除烦恼，如何明心见性，证悟真理，成就佛道的妙法。在那个地方，我们再也不会违背因果，更不会造罪造业。大家都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具备有清净光明体，寿命无量，光明无量，非常逍遥自在啊。关于生老病死，我们一般凡夫无法逃避的苦呢，在极乐净土绝对不会发生。换一句话讲，一旦到了西方，我们就不会受生受死了，永不受轮回的折磨。由我们普通的凡夫众生直接跳升到圣人的境界，这是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竟然因为众生肯念佛，愿意发愿往生，就自然垂手可得，不会吹灰之力，能够当下立即兑现，这是难以想象，不可思议啊！实际上，这是完全仰仗了阿弥陀佛广大深重的悲愿力，我们才能如愿以偿。从今之后，我们不再为生死担忧，不需要为轮回来恐惧，我们能撇开一切的忧愁，走向成佛之道，这是何其幸运啊！一切要想有光明的未来，全得力于我们信愿念佛。所以我们再一次的在居士的面前强调，再一次的提醒，你一定要信心念佛，发愿往生。如果这一次的因缘你没有好好珍惜，没有切实把握，一旦错失，
可能会万劫难逢，遗憾终生。所以千万要小心谨慎，大家认真念佛。佛的弟子啊，你的家属他们都会妥善地照顾自己，你不必操烦，不必忧愁。而且古人也说了，万般带不去啊，唯有业随身。苦乐由心造，难逃善恶因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生独死，独来独往啊！即便你是如何关心惦念的，实际上已是无补啊！我们应当敬请阿弥陀佛光明普照，扫除你一切的业障，增长你的智慧。我们要清楚了解世间的真相，不必要为这个虚幻不实的外相所迷惑，赶紧收受心念，专一念佛，蒙佛来接引你。我们大家跳出三界，永受极尽涅槃的快乐啊！亡灵啊，现在你跟着我们大家一起念佛吧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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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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